每周激格羅，激格羅，每周我哋香港嘅特區政府嘅環境局局長啊，邱騰華先生喺日前啊就宣布咗咧，就係要擴大徵收呢一個嘅膠袋稅啊。咁啊，由而家嗰啲嘅幾千間嘅超級市場啊等咧，就係擴展到去全港所有嘅零售店鋪咧，一律係收5毫子嘅膠袋稅。咁樣呢一個諮詢期啊，我哋相信一定係引嚟各界咧議論紛紛啊，贊成同埋反對嘅聲音咧都不絕噶啦。咁呢個膠袋咧，好似變咗係世紀罪人咁樣。佢原來都係石油氣啊，或者係天然氣經過高溫加工之後咧，可以製成嘅膠袋嚟嘅。咁啊，全世界嘅能源咧，聽講話用咗8%啊嚟到製造膠袋。咁啊，所以如果你去濫用膠袋咧，其實即係等於咧浪費咗世界嘅能源咁樣話。而且啲咁嘅膠袋咧喺自然嘅環境裏邊咧，你棄置咗佢咧，佢又唔可以咧係自然分解嘅。咁你焚化佢咧，又會造成空氣嘅污染。咁啊，所以話咧，其實濫用膠袋咧個後果亦都係破壞環境。所以難怪啊，而家政府啊對呢啲膠袋咧趕盡殺絕啦。咁啊，聽講香港人用膠袋嘅數量咧都係世界上數一數二㗎啦。以前嗰啲超級市場啊、商店啊、街市啊，都係以濫發膠袋咧嚟到去咧討得顧客嘅歡心嘅。咁啊，而家聽講香港每日啊傾倒喺堆填區嘅膠袋咧係高達3300萬個咁多嘅。咁啊，所以而家政府引入一個膠袋稅咧，目的就係希望香港市民咧少啲用膠袋，個個都負擔起保護環境嘅責任。咁啊，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嘅，世界好多嘅國家啊，譬如愛爾蘭啊、台灣啊、德國啊、澳洲啊、荷蘭啊、意大利啊、韓國啊，甚至遠至冰島咧，都係有膠袋稅。但係至今嚟講咧，膠袋稅係咪真係能夠令到膠袋使用量下降咧？都係毀譽參半嘅啫。嗱，舉個例啊。呢個世界上第一個徵收膠袋稅嘅國家就係愛爾蘭，佢喺2002年啊已經係講徵膠袋稅。的確初期嘅時候，膠袋使用量咧係銳減90%，但係當啲市民發覺，咦，我不如大量購入家用嘅膠袋，自己去買嘢咧就屋企攞過去，咁啊好過咧俾膠袋稅嘅時候咧，唔使4年啊，呢個愛爾蘭政府數一數，發覺原來咧全國使用膠袋個消耗量咧又回復翻以前嘅水平啦。嗱，遠嘅唔好講啊，我哋講下台灣啊。台灣都喺同一年2002年7月啊，就開始徵收呢個膠袋稅。咁啊，膠袋使用量又突然間真係下降咗喎。咁但係啊，嗰啲商店唔派膠袋咧，就派紙袋。咁啊，搞到咧紙袋泛濫，而且咧紙袋啊係用樹木嚟到砍伐製造嘅，咁就衍生咗另一個環保嘅問題啦。大量嘅樹木係被砍伐。而家香港政府第2輪諮詢，擴大呢個膠袋稅去到所有嘅商戶，但好奇怪喎，今次宣布啲膠袋稅唔需要上繳俾政府啦。我哋激咁忙諗一諗，呢個所謂嘅膠袋稅其實已經名存實亡啦。你話擴到去全港幾萬個嘅小商戶，佢哋啊點敢真係向嗰啲市民嚟到去徵收5毫子一個嘅膠袋稅啊？倒不如將件貨物暗中加價5毫，然之後賣口乖，話幫你俾咗膠袋稅啦，送翻個膠袋出去就算啦。喺花園街走去買條牛仔褲，可能70-80蚊，俾多5毫子，俾少5毫子，講翻個價位零頭都去咗啦，何必咁斤斤計較嗰5毫子嘅膠袋稅啊？其實點解香港人對呢個膠袋環保嘅意識咁薄弱呢？
其實可能嘅原因就係因為根本香港就冇一個嘅自然嘅環境嚟到去培養市民呢一個咁樣嘅環保嘅意識。我哋試下舉一個例，澳洲喺2004年已經訂立咗5年之內要減用一半膠袋呢個嘅目的，但係佢唔係用一個徵稅嘅制度嚟到達到呢個手段，佢有一個勸喻嘅方法。澳洲嘅人民覺得自己嘅國家美麗唔忍心用膠袋嚟破壞自然嘅風景，佢哋個個自己節約，結果唔需要徵稅。澳洲都係一路減少個膠袋嘅使用量25%，嚟到慢慢達到去一個咁樣嘅環保嘅目的。我哋睇翻香港，香港你走出街已經係人煙稠密，空氣污染，而且外來人口激增，佢哋對本地冇歸屬感。雖然食環署常常派出工人清潔街道，但我哋見到香港嘅街道係好難常常都保持得好清潔嘅。咁樣試問，如果一個香港人佢覺得我用少個膠袋對整體嘅環境完全都冇幫助，試問佢點會係願意為咗區區5毫子嚟到去愛護香港嘅環境而少用膠袋啊？我哋相信，如果要香港市民樂於減少用膠袋，可能培養佢哋對香港城市嘅愛心，呢個基本嘅教育係重要一啲。如果你寓禁於徵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啦。